自2026年8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面对历史的相喙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6章第19节。自2026年8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以山地界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5章第19、1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何西阿书第5章。这时啊，着听以色列子民着注意听，王亲啊，着斟酌听。恁得要受审判，因为恁伫米斯巴诚做害人的活搭，伫他泊山诚做长人的落网。这个背叛的人大开杀戒，我要管教因拢总的人。以法莲啊，我真了解你，以色列袂当对我暗藏。呾以法莲，你惊淫乱，以色列甲家己拍拉山。因的所行所做，互因袂当归向上帝，因为因的心充满淫乱，完全毋捌上主。以色列的骄傲证明因家己有罪。以法莲会因为家己的罪跋倒失败，犹大会甲因相款失败。因要带牛群、羊群去找上主，毋过找袂着，因为上主已经离开因。因对上主无忠实，甲别人偷生囝。初一的庆典以前，因甲因的产业拢会受毁坏。着伫基比亚分扫角，伫拉玛分拉巴，伫伯亚文发出警告。便雅悯啊，着注意你的后面。刑罚的日若到，以法莲会荒废。我要对以色列逐支族宣告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。犹大的首领竟然霸占人民的土地，我要将我的受气亲像大水摒落伫犹大。以法莲甘愿去缀无路用的偶像，因一定会受审判，受压迫吞踏。我要亲像咒堂对待以法莲，嘛要互犹大烂去。以法莲看到家己有病，犹大看到本身有伤。以法莲就派人去求亚述大王，毋过伊袂当医因的病，治因的伤。我要亲像狮对待以法莲，亲像猛狮对待犹大。我要甲因拆喙拖走，无人会当救因。呾我要倒去我的所在，听候因承认家己的罪，祈求见我的面。因伫急难的时会迫切找救我。二山地界的人。1997年8月18日，温尼风台入侵台湾，造成实质林肯大郡坍崩。这场灾难夺走28条人命，互无数家庭破碎，成做台湾一体记忆中的伤痕。何西阿书5章10节，上帝讲：犹大的首领竟然霸占人民的土地，我要将我的受气亲像大水摒落伫犹大。伫古代的以色列，地界是上帝分配产业的神圣标记，代表特殊与保障。总是权力者为着扩张私欲，
竟然输自伊煞才会戒悲。转来到实际林肯大郡的悲剧，本质就是一场伊煞地界的罪行。建商为着掠取利益，毋管自然地形的限制，伫不应该开发的山坡地顶面大兴土木。官员贪图方便，伫审核流程中放水，互法律规定的安全地界随意移煞。当人类为着贪婪，无视上帝创造的自然律，互原本保护土地的地界消失，出于代志的是毁灭性的崩塌。上帝的愤怒亲像彼岸摒大雨的大水，无情冲洗出人性的丑陋。林肯大郡的住户当初带着安居乐业的梦想，拼尽一生积蓄，买到栖身之所。因信任政府合法的建造，信任广告中描画的美好愿景，总是借由政商利益交织而成的安全保障，伫灾难发生了后，被证实只是一个期待的落梦。当权力者无搁再守护公义，反而利用人民的信任与生存需求来谋利，因所建构的制度与建筑，就正做何西阿讲的落梦，将无辜的生命安安牵条，互因伫风雨中无地通逃。林肯大郡的倒塌，并毋是偶然的意外，是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结构性腐败的大爆发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高级住地区，内部却是早已经被贪污与失职蛀空的腐烂结构。1年风台迄暗的土水流，只是揭开这层早已经存在的腐烂。何西阿书第5章最后讲到，上帝会气杀伊的子民，直到因治罪转来找伊。对先天而言，这是一份痛苦的宣告。林肯大郡的灾难，促使台湾社会重新审视山坡地开发政策，也促成后续建筑法与防灾体制的修订。总是更加重要的转向，是伫属灵甲道德的层面。咱需要反省，咱是毋是也常常伫移煞地界？伫校园、伫职场、伫家庭、伫教会中，咱是毋是为着贪图便利，还是图谋利益，就移煞诚实与公义的地界？林肯大郡这场悲剧提醒咱，真正安全不在伫华丽的建筑，也是权力的庇护，是在伫咱是毋是敬畏上帝所设立的特殊。默想，我的人生建筑是毋是建立伫虚无的利润甲妥协顶面？我敢会伫诱惑中守条上帝划定的界限？无贪婪腐蚀生命的根基。我的人生建筑是毋是建立伫虚无的利润与妥协顶面？我敢会伫诱惑中守条上帝划定的界限？无互贪婪腐蚀生命的根基。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主，求你怜悯因任何而破碎的生命。拄去社会中贪婪交结的落梦，搁树立正直的灵，互台湾社会会当重建公义的地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面对历史的相喙，当咱回顾台湾现代史200事件留落来，无疑是一道深刻佮尚未愈合的相喙。这场发生伫1947年的政治屠杀，就简单夺取